至於港澳兩個載荷專家，最快出年可以上太空執行任務。第四批預備航天員喺上年6月完成選拔，一共10人入選，包括嚟自香港同埋澳門嘅兩個載荷專家。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話，由上年8月到而家，佢哋接受咗航天基礎理論知識、心理、航天環境適應性等嘅訓練，取得飛行資格之後會納入候選名單。港澳航天員入隊後，很快適應了工作和生活環境，迅速融入航天員隊伍，訓練勤奮刻苦，各項工作進展順利。目前正在開展航天專業技術相關學習和訓練。港澳航天員作為載荷專家，預計最早將在2026年首次執行飛行任務。有學者話，載荷專家要接受1至2年極限環境訓練，例如喺水池入邊訓練，習慣失重感。比如說，他們可能在地上就會在水中，因為在水中就可以在水下可以模擬在這個天上的這種失重的環境進行一個操作。比如說要你挪失，可能它就會比在地上會慢很多。那麼在水中，它也可以達到一種失重的狀態。那麼它可以自由的上下左右的翻轉就可以模擬在太空中的環境。本身係電腦科學學者、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話，國家挑選同埋訓練載荷專家過程好嚴格，升空之前會確保訓練足夠。2年係基本啦，咁喺個過程入邊一定要好好咁觀察每一個成員究竟佢準備好未呢？都唔會去搏㗎啦，一啲都係一啲即係比較高風險嘅工作。如果未達標嘅時候，咪繼續再訓練咯。2年唔得咪4年咯，4年唔得咪6年咯。入選嘅即係太空人啦嚇，咁其實一路喺度訓練緊嘅嚇。內地當局至今未有公布入選名單。據了解，香港嘅載荷專家係嚟自警隊，30幾歲嘅女督察黎嘉瑩。佢喺本港出世同埋成長，有3個小朋友，擁有電腦方面嘅博士學位，喺資訊技術支援部門工作。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